他顶点，呃因为他不个语那么今天呢，是这个无比的大波噶举教法创始人、法王、法主、众生护主，大波索那仁钦，也就是冈波巴大师，他圆寂的殊胜纪念日。而且今天也是见到第三世法王噶玛巴第三世法王噶玛巴见到这个坛城的日子哦。那么同时呢，也是尊贵的这个竹清仁波切荼毗的日子。那么对我个人来讲，今天也是我最具恩德的父亲哦，敦珠扎西他这个火化的日子。所以无论从佛法、从世间法，那么今天都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日子。所以等于是一个很多一个特殊日子聚在一起的一天。那么特别今天呢，大家聚在一起会修持这个冈波巴大师的上师相应法。所以首先开始，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冈波巴大师。我们这里也称他叫达波仁波切。那大家对他应该都有一些了解，但是还是简单的做一下介绍。那么达波仁波切呢，是出生于这个西藏中部地区哦，属于这个约饶波九地中的这个南部地区，叫纳尔这个古地哦，也就是现在的叫龙子县的纳尔的上部的这个地区。他的家族呢是叫做尼哦，叫做就是姓尼的尼氏家族。父亲呢是尼氏拉杰江巴，母亲呢是秀莫萨策江。他出生于土阳年，就是公元1079年。然后呢，是原籍于这个水鸡年啊，也就是公元1153年，所以世寿是74岁。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详细介绍完整的传记，但我将从几个方面简要的讲述这个冈波巴大师的事迹。那么首先，他是达波噶举的创始人。第二，他是广泛弘扬显教的见解还有行为。第三，以大手印的方式来利益众生。第四，我们平时要多阅读，就是达波仁波切，就是冈波巴大师的著作的重要性。所以首先第一个，就是他是达波噶举派的创始人。我们常说，自己是噶举派，但是，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噶举派
是什么？有些人因为是父母这个信仰噶举，所以说自己是噶举派，或者是自己在噶举寺院出家，就认为自己是噶举派。但其实呢，自己并不真正了解噶举派是什么。那么今天我们首先呢，要来思考一下什么是噶举派。那么从广义来说，噶举这个名称可以这样来解释，就是噶举它有2个音节的。首先我们解释一下噶这个音噶呢，它是指这个佛陀的教言，还有论点中的教言部分，也就是指佛陀的言教，还有或者说佛语。那么举呢，是指从一个传到另一个的传承。所以因此呢，当噶和举结合使用的时候，它指的就是持有佛陀3藏教法或4部序典等传承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持有佛陀这个传承的人都可以称为噶举派。基于这个原因在西藏像噶当派的人呢，也被称为叫觉沃的噶举。那格鲁派的隐修者也被称为叫格鲁噶举。那博东班钦的传承者也被称为叫博东噶举。还有香巴传承的这些修行者，他们也称为叫香巴噶举这总之出现了许多这样的传承的称呼。然而呢，如今通常我们所说的噶举派，那已经呢就成为这个藏传佛教中一个特定教派的名称了。例如，现在如果问萨迦、格鲁、尼玛3派的僧人说你是哪个教派的？他们会说我是某某派的。他们都会说我是萨迦，或者我是格鲁，或者我是尼玛。他们不会说我是噶举派。他们之所以不会说我是噶举派，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承认自己是这个传承佛陀教法的人。他们不说自己是我是噶举派的原因是说他们不属于这个被称为噶举派的这个特定教派，是这个意思。所以简单来说，这只是一个称呼和理解方式的一个变化，所以导致了这个相互间的一些误解但实际上并没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的。所以因此呢，按照现在普遍的理解，我们来解释的话，噶举派是什么的意思呢？它是指源自这个印度大成就者蒂洛巴的4种口诀教授的这个传承。那么由印度大学者那洛巴听闻之后，传给了西藏的大义士马尔巴。然后呢，马尔巴呢大师再将这些教法带到西藏，翻译成藏语，然后透过这个听闻思维、修行这3种阶段然后确立下来。接着呢，再传给他的弟子，像尊者密勒日巴，还有梅鄂祖3人等等。那么一直到现在没有间断的这种4种口诀的传承这就是所谓的
噶举派。那虽然这关于4种口诀有不同的说法，那今天就不详述了。另外呢，讲到噶举派那么竹巴噶举派的人也称自己说叫白传承因为他那个噶举的噶它的写法是不同的，那个写成了白色的白的这个那个噶字但大部分我们都是那个传，就是这个教法的教传的教的那个噶的意思。不过呢，无论如何呢，就噶举内部外部最广为人知的还是噶举这个称呼。所以总之，这个传承最初是源自于印度，然后在印度就有很多传承持有者和成就者，像是大成就者帝罗巴、那罗巴。接着马尔巴义师他成为那罗巴的弟子之后呢，将噶举的传承引入了西藏。之后呢，尊者像弥勒日巴还有冈波巴相继出现，那这3位呢就被称为叫噶举派的3大祖师，也就是马尔巴、弥勒日巴跟冈波巴，就是噶举派的3大祖师。那么其中冈波巴不仅是噶举派的祖师之一更是达波噶举派的创立者。那么换句话说，这个如果没有冈波巴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所说的达波噶举派就不会存在了。冈波巴大师他有许多不同的名号称谓，那最著名的就是达波仁波切，或者是杰冈波巴，就是法王冈波巴，还有就是达瓦许奴，就是月光童子。那达波呢，它是一个地名，冈波呢，则是一座山的名字。所以因此呢，这些地名和山名就成为了这位上师的称号。那么为什么在冈波巴大师之前就有噶举派，但后来呢，主要称为达波噶举，而不叫马尔巴噶举或密勒日巴噶举呢？其实并不是说以前没有马尔巴噶举或密勒日巴噶举，并不是说没有这样的名称但最主要还是称为叫达波噶举。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冈波巴大师出现之前，虽然西藏呢已经有这个噶举的传承，但是尚未形成完整的寺院的组织，还有这个教派的体系。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例如像马尔巴大师如果不用敬语的话，他就像是一位乡村老人一样他只向一些有资质的弟子、具器的弟子传授这个密续的灌顶和解脱法，并没有培养大规模的这个学众弟子。当时在卓龙那个地方也还没有形成寺院的概念。同样，尊者密勒日巴他更是过着这种隐居的生活，他在不固定的地方，然后修行山居，然后是随缘度化弟子，而不是定居在一处，像建立寺院、广收弟子等等。他也不喜欢这样做，所以在他离开之后，那么就只留下了这个空洞、空山或者是空谷。就是我们只会说曾经他可能住在过这里过这样子，它就是一个空的山洞，然后空谷，就是哪里有所谓的寺院那时候是没有寺院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早期噶举派的道场是极尽的山洞，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这种说法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但冈波巴跟马尔巴跟密勒日巴就不同了，他主要是出家人，但马尔巴、密勒日巴，你看他们两位是在家人，但冈波巴是出家人。那么他从年轻，冈波巴大师从年轻时候，他就加入了寺院的这种僧团组织。而且在那个时候啊，他就前往了在乌鲁的这个潘波地区的噶当派寺院学习，而且这些寺院呢非常重视戒律。他在那里呢就听闻了许多这个噶当派的教法，所以可以说他就是一位噶当派的出家人。那么，即使在见到尊者密勒日巴之后啊，他仍然亲近许多噶当派的上师。总之，后来他按照密勒日巴尊者的这个授记预言，他来到了达拉冈波。后来就从卫藏康等等地方哦，就聚集了500位哦，如同阿罗汉般这种有缘的弟子。此外呢，还有这个叫做约51600位哦。这里形容说叫专注于外在戒律跟内在2种次第瑜伽的这种修行的弟子。那么其中呢，大多数是出家众了，所以当时就形成这样一个庞大的、规模宏大的这样一个僧团。那么在这些冈波巴大师当时这些弟子当中哦，最杰出的大弟子哦，有谁呢？有这个他的兄长贾瓦塞日的长子哦，叫就是贡巴措钦宁波，他是他的法嗣，也是他的摄政者。也就是他的法嗣，他的摄政者，这是他最主要的这个弟子。也可以说呢，他是跟会说形容他跟高波巴大师是无别的这样一个大弟子哦。再来第2位呢是政务和事业的主者哦，这是帕莫主巴多杰嘎波。再来慈悲和化身传承持有者杜松坚巴。再来是力量和苦行的瑜伽士巴荣巴达摩旺丘。那这些被称为就是4大传承子。那另外还有4大成就者，还有4大星子，还有4净子，然后4侍者，还有4位成就红光身的瑜伽士等等，还有众多的弟子。所以总之呢，由这个达波仁波切叔侄哦，就是达波仁波切自己是叔叔嘛，还有他的侄子，就刚刚说他的法嗣摄政者是贡巴措真宁波，直接传承下来的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帕珠，还有帕珠噶举、伽玛噶举、巴荣噶举跟擦瓦噶举等等。接着呢，再从帕珠的弟子传承，又产生了直贡、达隆、竹巴、绰布、马仓、野巴、亚桑和这个修色噶举。那这些呢就被称为4大8小的支派。那所有这些噶举的这个派别的源头呢，都是达波仁波切。
那么这也印证了尊者弥勒日巴以前的一个预言啊，他说，未来呢不会成为密勒的这个修行传承，而会出现有一个叫做达波嘎举的传承了。而且呢，在达波仁波切离开密勒日巴尊者身边之后密勒日巴也曾经对他的这个布衣弟子们曾经说过，他说那位拉杰敦巴就是指冈波巴大师将会呢利益许多众生。尊者接着说，他说昨晚我梦见了一只黄色的这个鸟从我这里飞向这个中部，然后落在了一座大山顶上，然后呢从四面八方聚集来许多这个大雁，都是黄色的这个大雁。那不久之后呢，它们就分散开来。之后，它们分散开来之后，每只大雁呢，都带着约500只的小雁。所以山谷还有和各处呢，都被这个大雁覆盖着。尊者就接着说，比如弥勒日巴接着说，虽然我是一个瑜伽士，意思就是说我虽然是个在家人，但看来我所有的追随者，就未来的弟子都将是出家人。我也呢为诸佛的教法做出了贡献。那因为佛陀曾经说，这个佛陀的教法的基础就是僧团嘛，所以这里尊者他就说了，他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也为诸佛的教法做出了贡献，是这个意思。那不只是如此在有一次，他为一个施主叫江妹，在举行的一个会供法会上尊者呢也回应这个江妹的请问时，他唱到说：“空行欲言应化身，达波大日应众生。”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赞颂的一个颂词。所以总之呢，这些预言呢，都在历史上可以说得到了这个很明确的一个印证。所以总之呢，在达波仁波切的那个时代，冈波巴大师那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噶举派才开始建立完整的僧团组织，还有寺院的制度，从而就开始成为了这个西藏的一个主要的佛教传承。也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们说这个噶举都特别会说达波噶举就会以冈波巴大师为首以他的名称会那么重视他的名称呢？原因就在于这里。那这是简单的讲一下达波噶举派的创始人。那接着进入第二个部分就是广泛弘扬显教的见地与行为。那一般来说，达波仁波切呢，我们说出家前那么其实他是结婚的，结过婚，然后也有小孩。那么，
然后后来有一些因缘，总之后来他出家，然后就成为了噶当派的这个僧人。所以他当时呢就亲近过很多这个噶当派的著名上师，像是纽隆巴、加云达加恰日巴，还有格西哲巴、夏玉巴等等。那么根据直贡哲巴直贡吉天公布的一个口传哦，这个的一个说法哦，就是达波噶举有见解的传承、行为的传承跟口诀的传承3种。那么其中呢，见解和行为2种传承是来自噶当派。那具体而言，就是说见解的传承是来自加永达这位大师，行为的传承是来自纽隆巴。而这2位大师呢，在冈波巴大师在见到尊者密勒日巴之前呢，就已经跟随过这2位上师了，就是加永达跟纽隆巴。那么其中呢，冈波巴曾经跟随格西纽隆巴，就是尊主讲曾的那里听闻了噶当派的教授，特别是关于这个菩提心戒的这些教导。所以冈波巴大师自己就曾经说过，那位上师哦，就是牛荣巴大师，具有那种非常纯粹的这种世俗菩提心。我也升起了同样的这样的菩提心。从那时候起哦，我就再也没有跟那样珍贵的菩提心分离过。那么在达波尔姆切的这个一部著作叫《众法功德圆满》中也有提到，他说：“因此哦，世俗菩提心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开始时需要它，没有它就无法进入大乘的道路。就意思就是无法进入大乘的这个修行。再来，中间也需要它，没有它就会堕入轮回。那这时候的轮回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大的轮回吧。它可能指的不只是这个，就是有边的这个轮回，也可能指的是这个大的轮回是指极灭边的这个轮回哦。再来，最后也需要它，就是说没有它就不会这个现起2种色身。所以，总之这段话就表现出他对菩提心是有深刻的体悟的。同样呢，达波尔姆切也跟随格西纽隆巴学习了约8、9个月哦，曾经。那在这段故事中，在那段期间呢，他因为要跟很多人共处，他就发现啊，他以前的这种禅修的体验哦，就变得不太好。后来呢，他就听说有一位格西叫贾永达，他不太收徒弟，总是独自居住在极静处，他就要去拜见他。那由于这个贾永达身边人比较少，
那达布仁切到那边呢，他的心也就能够安住在这个寂静当中，所以修行呢也有了很好的进步。当时这位格西焦云达就对他说：“我将呢教你一个阿底峡尊者的教授，这是连呢格西敦巴，就是众敦巴尊者也没有中断过的。然后就像佛陀亲手教导一样的教导给你。”所以总之呢，他就传授了这个源自贡巴瓦的具有4种特征的这个口诀等等这些教法。所以依循了这些教导呢，当时达波仁波切就在原有的这个止观的修行基础之上，他又能够升起了圣观。那因为他升起了这个圣观，有一个什么特殊点呢？就是这与他呢之前呢跟随一位称为有一位格西之菩萨，他曾经跟随密勒日巴那里学到的禅修方法相吻合。这有位格西叫做菩萨，就叫长出森巴。他发现呢，这个冈波巴大师发现呢，他跟这个噶允达所学的这个教法而升起了圣观，这个经验跟他曾经呢跟随这位格西菩萨所学到的这个禅修方法是相吻合的。那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点，我们之后有机会再谈。那当时冈波巴大师自己就说，那位善知识就是指姜永当具有这种纯粹这种无分别智，我也升起了同样的境界。当时这位格西贾永达被认为是乌鲁上部，就是这个地区，总之是噶当派当中政务最高的人。据说冈波巴大师呢，他的政务也达到了跟他一样的水准。之前呢，我们说这个见解传承呢，就是从贾远达传承下来的。那就是贾远达听闻了从求沃杰阿底峡尊者传到贡巴瓦的见解传承。那么据说呢，求沃杰呢，就是阿底峡尊者，他很喜欢中观应成派的观点。这可能就是现在达波噶举派的这个宗义跟中观应成派很相符的一个原因，就在这里。我想这从第80房米居多杰的教言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同样呢，在达波噶举派，我们会用4余伽的这个术语来描述这种修行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在那个楚沃杰，就是阿底峡尊者传给贡巴瓦的这个大手印教授中，也有清楚的一个记载。所以这似乎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所以在得到这个贾允达传承的这个见解基础之上，后来呢，冈波巴大师拜见尊者密勒日巴的时候，尊者对他倡导说，要确定见解，观察你自己的心等等这样的这些道歌，而且呢，讲解了这个空性有4种过失的这些方式的情况。
此外呢，在第八世噶玛巴的有一部著作中有提到，源于波罗蜜多谶与之相通的止观教授传承，是从阿底峡尊者传下来的菩提道灯的这个口诀。那这被大善之士呢，敦巴就是中敦巴，还有贡巴瓦等人呢，称为具身瑜伽。总之，具身瑜伽这个法，它这样就是这个传承。那这个法呢，那么被尊者冈波巴和护主帕莫主巴，为了适应末法时期喜好高深法门的弟子，将其命名为大手印具身瑜伽。所以，首先这个法呢，它就是具身瑜伽，就是阿底峡尊者传下来这个口诀，它就是具身瑜伽。但后来呢，它被命名为大手印具身瑜伽。所以，依照第八世法王噶玛巴的说法，就是本来噶当派阿底峡传承下来的这个法叫具身瑜伽，后来被命名为大手印具身瑜伽。所以这说明啊，达波传承的这个大手印具身瑜伽，它是从噶当派传承下来的这个具身瑜伽，只是加上了这个密宗大手印的名称哦。同样，这个在梅吉巴这样弥地里巴的这个弟子具身金刚，在实真实性论释中也有提到说，本质是波罗蜜多与密咒相应，名为大手印哦。等等，这三个特点是相符的。另外，像法王高波巴、泡沫竹巴、吉天颂公等人也曾说，我们的大手印传承是源自这个弥勒菩萨所造的《大乘宝性论》。那总之，这里就是第二个广泛弘扬显教的鉴定跟行为。第三个呢，是以大手印利益众生的方式。那今天讲的稍微多一点，可能会占多一点时间。那么，达波仁波切当时在这个雪域藏地拜访了很多著名的上师哦。不仅请教了很多的，学到了很多的教法，而且在这个纳斯沃隆还有沃卡这些地方啊进行修行。那主要修的是着火定。那么借此呢，也证悟了新的本性及法身。那么根据这个《月丹三昧经》的这个意趣哦，那么他就将大乘显教的这个见地哦，命名为具身瑜伽，就是噶当派的教法，还有密勒日巴尊者的这个教法，再加上他自己的这个了悟，全部的结合起来，就是命名为这个大手印具身瑜伽。同时呢，他也用这个方式哦来教导弟子。那么一般来说，冈波巴大师他以善于这个培养弟子和传授教法而闻名，所以呢，他能够引导无数弟子这个达到成熟和解脱的这个境界。据这个觉囊杰尊哦，就是达拉纳塔的说法，在西藏广为人知的一个术语叫心性指引或者心性引导，最主要就是以达波仁波切的教法为这个典范的、为范例的。那有没有什么例子呢？
那这里我们可能说一个故事，这可能没有什么人听过的一个故事。那么有一个人呢，叫做扰敦顿巴的人，他是出生在这个多堆扎木卡的地方。他天生呢就能够回忆起这个13世的前身，而且呢非常的聪慧。当他13岁的时候呢，那时候他的母亲70岁了，然后他那时候母亲呢就失明了，而且呢再加上呢，那时候呢他的舅舅哦，他舅舅呢年纪就比较轻哦，总之呢就他年轻的那个舅舅就为了要娶新娘哦，结果竟然呢把他母亲的所有财产都抢走了。所以不只是如此哦，所以很惨哦，妈妈失明了，然后家产也都被他的舅舅抢光了，而且再加上他自己本来有个兄弟哦，本来是这个桑普寺一个格西达敦的一个弟子，但结果他也很惨，他竟然染上了麻风病，在返回家乡的路上呢，结果就回不来，总之在路上就回不来了。再来呢，他还有一个18岁的妹妹哦，被送去当新娘，但因为呢没有嫁妆，就没有办法到这个婆家去，结果就只好去变成这个乞丐去乞讨了，所以结果就这样呢，他们就只有母子俩就孤苦伶仃哦，就这样一个情况。总之呢，他们就去投靠了一位宁玛派的喇嘛哦，这个喇嘛是他们的亲戚吧，像叔叔一样的亲戚。总之呢，这个宁玛派喇嘛就给他母亲呢一个6字大明咒的一个法轮，然后就是让他念诵，转这个玛尼轮，然后而且还告诉他说，告诉那个孩子说，在这个，总之在有一个地方呢，有一个叫杰卓普巴的一个弟子叫查纳夏嘎达，所以在那里有一个成就者，你去他那里，反正有一个宁玛派的上师到那里去，而且还为他写了一封信，还有供养准备了。但是因为呢，当时就听说宁玛哦，就有很多真假难辨的一些情况哦，所以他们不是太相信，所以他们就去了这个丹涅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碰到了一些要前往这个中部的这个一些商人，所以他就问说，现在这个卫藏地区，中部地区，就是谁是最有名的这个新义派的这个密咒师哦？商人就回答说，在上部的这个藏，这个萨迦派的熟指很有名，然后在中部呢有卡扎巴和纽苏巴很有名，但他们都已经去世了。但是据说呢，在南方有一位密勒日巴的弟子，
叫做达波宁公巴，他就是冈波巴的。那么所有人呢，他还在，然后而且所有人都认为呢，他是一位无可争议的这个成就者。那这个ram顿顿巴呢，他大概过去生的这个业缘吧，他一听到达波仁波切的这个名字哦，他就特别的身心，就特别的有感觉哦。那么那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他就梦见呢，一位头上呢裹这个白丝巾的这个女子哦，就对他说：“如果你要去达布仁波切那里的话，你就跟我来。”那接着呢，但接着他也不记得确切发生了什么哦。总之呢，就来到了这个就是冈波的这个山脚下了。那就好像做了个梦嘛，他也不确切记得了，接着发生什么事。结果就真的来到了这个达拉冈波的这个山脚上，就是冈波巴大师那边了。然后接着呢，是早上。然后山顶上呢，阳光灿烂，就是那个太阳光刚好照到的时候，那接着这时候他低头一看哦，他就发现呢，自己身上呢只剩下一件破旧的一个这个棉袍一样，连腰带和鞋子呢都没有了。所以他就心想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然后他想，到底这是哪里哦？这时候他才意识到，哦，这一定是这个尼贡巴大师哦，就是这个冈波巴大师居住的这个地方。然后感觉到说，哦，这一定是他一定被大师的这个悲心摄受了。然后这时候他就开始要这个爬山哦，开始往上走。他就呢，接着他就来到了这个冈波巴大师的一个这个可以说草庵吧，这个草堂的这个门口。那他就听到那里面有这个诵经的声音，然后他就走了进去。他也大概没敲门吧，就走了进去。那这时候呢，他就看到仁波切头上呢笼罩着这个光芒，然后保持这个禅修的这个坐姿。然后在仁波切的面前，就冈波巴大师的面前呢，有4位比丘正在念诵这个8000颂般若经。然后再来呢，大概前面吧有一座大菩提塔哦，这是一个塔，前面呢摆放着5种贡品。再来左侧呢有一个红色的丝绸的一个帐幕哦，里面呢就是传出了一个总之微弱的一个声音，大概是这样。因为他是突然进去的嘛，那这时候呢，这是冈波巴大师一个侍者叫雷杰尔，他就来了。他说：“你来这里呢，连一点这个供养都没有，现在就这是不行的，你现在就出去吧。”所以就说着就把他赶了出去。那这时候呢，他一被赶了出去哦，接着他也忘记了所有的想法，然后他是一切有点像感官知觉都停止了，然后突然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就这样待在外面。然
后到了这个黄昏的时分哦，对，就这样就傻在那儿，愣在那儿吧。这一切感官知觉都停止了。那这时候就感觉到有一个年轻的僧人啊，从他的头顶啊就拉他。然后这时候当他醒来的时候，就发现有人呢送来了一碗汤。那之后呢，总之之后呢，他又似乎又睡着了。那么总之第二天早上啊，太阳暖和的时候呢，他醒来了。这时候他就想啊，我要去见这个仁波切，就是见这个达布仁波切。但是呢，结果发现他的身体都动不了，话也说不出来，就是他的身体和语言呢都完全动不了。就这样子过了7天，就是动弹不得，就完全一切感官知觉都停止的状态，就这样过了7天。那么突然在一天的凌晨哦，就有一点点又像是一个梦境一样，他就看到前方出现了一条没见过的一个毒蛇，这个蛇又有獠牙又有角哦。总之呢，就在它的獠牙和角之间哦，似乎就在这个吞噬着所有的众生。接着，这条蛇就坐在他的面前，就准备要吃他一样。那他就非常害怕嘛，我实在无法忍受这个景象。那么接着他就立刻就怎么样呢？就来到了这个仁波切的面前，就是冈波巴大师的面前。这时候呢，达波仁波切呢，和周围的人呢，还是和以前一样，就是他还是坐在那里。那他周围呢，还是有4位这个比丘。但这时候呢，就是他有一位弟子叫琼仓瓦啊，他就来了。那之前我们不是说，在他看到前面有一个红色的帐幕盖住吗？里面还有一点点声音吗？接着这个琼仓瓦这个人来了之后，就掀开了那个红色的帐幕。那他就看到了什么呢？他就看到了一个人骨坐的一个小座椅上，这上面放着一个用人骨做的一个用人骨做的一个小弓拉奏的颅骨琵琶，总之有这样一个琵琶。然后呢，是谁在拉奏这个颅骨的琵琶呢？是一个赤裸的红色女子哦，披散着头发的这个女子，她坐在火焰中在拉奏着。那这时候他看到这个景象，他就在他心中就升起了这个大手印的智慧。然后呢，这时候呢，他又看到什么？他看到了仁波切就是冈波巴大师达波仁波切面前，不是有一个佛塔吗？那个佛塔呢，就变成了一座这个发光的一个宝塔，然后这个光芒呢，就遍布了整个这个佛土，所有的净土。然后呢，在这个塔顶上呢，他就看到无数的大大小小的这个达波仁波切的这个身形哦，有的呢在跳舞，有的在唱歌，有的在演奏乐器，那有的在玩游戏，有的在辩论等等。就有这样一段记载。
总之呢，这位绕顿顿巴，他是这样子被引荐本姓。后来呢，让顿顿巴呢就被这个木雅王，就是西夏王哦邀请。这位国王就说呢，我是一个大恶人，那请求呢教授自己能升起智慧的方法。那这时候呢，饶顿顿巴就按照冈波巴大师教导他的方式呢，来指导那位西夏王。结果国王呢就升起了各种的体验，特别呢是在直观方面有了特殊的这种体验。那么就像饶顿顿巴不是在几天，然后安住在那种状态中吗？那这位西夏王呢，也安住在这种状态中，持续了5个月。那么以至于呢，他的那个大臣们不得不催促他，要催促他出定，就拜托他你要出定啊，还有很多这个事情要做，不能一直这样待在那个状态。而且不只是那个国王是这样，据说王后很多大臣们也有那样类似的经历。那怎么知道有这样一段故事呢？是因为后来呢，仁钦仓波瓦和帝释惹巴去了这个牧羊的这个大宫殿的时候，他们呢就在节日和纪念冈波巴大师的日子里呢，都会举行这个灌顶仪式，而且会继续呢传授这个绕顿顿巴的大手印教法，而且这个传统呢一直保持下来。所以呢，当时这个帝释惹巴他们去的时候就看到就知道有这样一个传统，所以就知道哦，当时原来冈波巴大师是这样子教了那个绕顿顿巴。那另外还有一个故事，还有一个僧人叫做达波汪加，他是亚破帕的侄子。他本来是一个这个佛学院的学生哦，但是呢，他后来对学习实在感到绝望了。后来呢，他就想说，他要还是修行好了。他就到了噶当派的格西叫努乌索巴前呢，就修行，就修了14年，他也什么体验都没有，毫无体验。后来呢，他就听说哦，冈波巴大师这个很会教禅修，他就慕名前往，就跟随冈波巴大师哦。他就很恳切的祈求说，他就说：“尊贵的达波仁波切，我12年来哦，学习了很多这个大经大论，但是呢，却未曾意念死亡。后来呢，我对死亡哦。”就是有一些感受，就感到这个，总之就难以忍受，所以就用12年时间修行所学。但是呢，我心就没办法安住。现在呢，我已经73岁了，除了仁波切哦，我没有其他的依靠了。拜托，请你指导我，请你指导我。那仁波切这时候，冈波巴大师就怎么跟他说呢？他说。心安住又如何？不安住又如何？有谁在造作喜怒哀乐呢？天空有云又如何？无云又如何？就这样。冈波巴大师就说了这些，所以他听完这些话之后呢，他也似乎呢有所领悟了。
那么之后有一天哦，这个仁波切，这个达波仁波切就叫他来。那时候门口呢，就有2位这个大概是他的达波仁波切的侍者吧，一个叫达敦，一个叫贡敦。就这2人呢，就不让他进入这个内室哦，就说你呢就在这里禅修，然后观想呢仁波切在你的头顶上，然后呢祈祷祈请。然后接着呢，那2个人呢，就突然呢，制造出一阵这个大烟哦。总之就突然就弄出一大堆的烟哦，突然就这样熏他。而另外一个人呢，就准备了一大盆水，就往他脸上泼。所以一个是用烟熏他，一个是用水泼他。他呢就吓了一大跳，就跳了起来哦。他这大概也没想到，怎么达波仁波切的2个侍者会这样跟他开玩笑。所以他这首惊跳起来的时候呢，正好呢碰到呢达波仁波切出来。这刚好碰到，就他跳起来的时候，刚好看到达波仁波切走出房门，所以这时候他因为他没准备嘛，突然看到，就他也没想到会被泼水、被烟熏，所以总之他一看到达波仁波切的时候呢，就见到他像是高如须弥山一样。然后这时候呢，然后那个冈波巴大师就用这个他的法杖哦，轻敲他的，就是反正就敲他的这个头顶哦。然后他感觉像头盖骨裂开一样，这时候他的身心和一切的显象就在那一刻消失了。总之呢，他就进入一种无法言喻的境界。然后他除了呢见到仁波，就是见到这个上师哦融入这个光明中消失之外，什么都没看见。据说从那个之后，他的修行哦就有了很大的进展。所以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总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因为冈波巴大师总是能够洞察他人的这个根器，所以他对于这种很多年轻的新入的这个僧人能够以这种直接体验的方式去指点他们的心性。所以对于这一点，尊者就是冈波巴大师自己也曾说，有些教义派的格西会说，那个冈波巴是让许多聪明人浪费了时间。那些教义派的人总是批评我说，总是批评我，但是我呢，这些年轻的僧人也能够胜任利益众生的工作。总之呢，他普遍的对于弟子呢，对于一般的弟子，他是会透过这个阿底夏尊者噶当派的30道的次第他来调伏他们的心绪，
之后才教导大手印的教授。他自己就曾经说过，有一次他就曾经说过，有一次在梦中哦，他发现有一个皮质的小盒子。总之一个僧人就说给我看看，他就说不给他看，然后这里面呢就有阿底峡尊者的舍利和噶当派的口诀哦。但他坚持要看哦，我就梦见打开了盒子哦，所以现在我能够稍微利益他人哦，是依靠噶当派的教法而获得的。总之呢，当时在西藏噶举派的上师像马尔巴、厄巴，还有像密勒日巴等等，还有像萨迦派的大师、尼玛派的叫苏尔大小苏尔等等，他们主要是修持密咒，而且大多数都是保持在家人的这种装束。但另外一方面呢，当时是在西藏广为流传的噶当派，则主要修持戒律和般若乘。而对于明显的这种密咒修持他们是持这个反对态度的。但冈波巴大师则可以说是这个显密双修的。所以呢，他没有舍弃早年学习噶当派的修持，也不放弃后来密勒日巴那里的解脱方便的口诀，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修持。所以总之呢，他对这些弟子就教授了这种共同噶当传承到次第，还有这个总之大手印六法的传承哦。因此就有噶当与大手印如同河流汇合的这种说法。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说阅读达波仁波切著作的重要性。前面我们讲到达波仁波切是如此殊胜，但是呢，现在他本人已经不在世了。那虽然是这样，但他留下的这些著作就像是他的代表，特别是达波仁波切自己曾经说过，未来那些对我有信心，却认为未能与我相遇的人，请阅读我所著作的这个《圣道宝鬘集》，还有这个《解脱庄严宝论》等论著。这与亲自见到我没有区别。因此呢，平时我们都应该多读诵他的著作。以及呢，特别是在今天的像这种纪念法会上打开达波仁波切的全集尤其是这样的几部著作，读诵思考、讨论是很重要的。我们通常是会很重视那些能说话的佛像，但实际上，我们说透过文字直接传达教义的这种，我们说书籍有这种全集，这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但这些呢，我们却没有特别的重视它，却把这些全集束之高阁，蒙上灰尘。有时候忽视它们，要堆放在这个佛堂里。因为是书籍我们也不会经书嘛，也不会把它扔到这个垃圾堆否则其实就跟垃圾没什么区别了。正如一位大师曾经说，噶举派的冠冕冈波巴其全集2册一定要好好阅读。噶举跟大手印融合的教法，比其他的教藏更为殊胜，而且具备加持。
依靠这个甚深的教法，历代噶举祖师皆得到成就。因为这样无比恩师的慈悲，我们得遇佛法，实为善缘。信奉噶举教法的弟子们，愿如全集般能够升起智慧，得到证悟。所以，正如这首诗所说，我们阅读这些全集是很重要的。那么，所以接下来我们也要修持这个上师相应法，但我们先休息一下。可能先休息20分钟，